历经将近2冬的时间，透过民间甲公部门携手合作，不但为台南400再来观光新亮点，更是予明年的土城乡上好大礼。看到工程今日会当顺利进行，也予主委王经营非常感谢政府部门以及明大大力协助。伫遮首先啦，我嘛来感谢蔡立青议员、陈廷伟立委啊，跟大家敬重黄署长，互因咧斗相共安尼，跟来跟国家风景处谢处长，因咧大家斗相共，因为阮遮是用亲子休闲乐园安尼，跟基基化的功能安尼啊，大家因为互囡仔，来带是大人，来遮佚佗，安尼就对啊，因为较阮庙宇来结合，安尼就对啊，因为会当拜拜，佫会当规家伙来遮佚佗。出席动土的台南市副市长赵庆惠表示，由庙方出土地，市府负责园区的设施，多方共同努力，让这座公园成为典范。咱庙方这边遮来出一寡土地，咱市政府来帮赞一寡工程，尤其是亲子公园，咱的游具设施啦甲一寡迄个开发的费用。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典范啦。在门面当中，这个意向入口意向由中央来处理，就是咱的台港才来规划设计，包括着咱的公车亭，然后一个点线面，然后呢，到咱来沟我们的一个亲子公园的部分，就由我们的地方政府。来做处理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透过我们陈廷飞委员家的进驻，地方就是阮家议员甲咱市政府的进驻。那未来我们还有要来做我们的商圈，所以未来咱要跟大家抢这个观光客。我们台南观光现在市长做得很好，所以我们台南的观光是一直在往上攀升。咱要安怎将你些观光客来吸来咱土城地区就是咱周遭爱做好做完备。包括我们的硬体设施包括我们未来的商圈。这个以庙宇为设计概念的亲子公园，结合水、山、五王象山等特殊的地景甲信仰元素，兼具整体性的规划特色，活化圣母庙西边的空地，吸引向客了解在地历史文化，并现食周边的观光景点、特色美食，也达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